评委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出彩的选手，他们有点失望。此时，一组神秘人来到了这个舞台，他们究竟是否能改变现场的气氛呢？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。这好像不是一位哦，这是一组都不止啊！你们好，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从哪儿来吗？你们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是意思意思呀。他们的意思是要先表演，好像。对，他们先要意思意思，再想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个意思是不是？是个什么意思？那么就开始意思意思。好，表演开始。第一次见到穿这样的衣服跳街舞。让我想起来黄飞鸿电影里面那个舞狮舞啊，但是看这个又是像藏区的舞蹈。对，你们这个是街舞，但是又融入了很多民族的元素在里边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舞团的名字。我们是来自西藏的第一支街舞团队，名字叫武藏王朝。哦，扎西的了。那可不可以一人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武藏王朝的格桑达瓦，这是的嘞。我是一名政府的公务员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吉泽玛，我们舞团的成员，然后我是一名军人。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格桑扎西，我是一名小学教师。大家好，我叫达瓦特人，我是一名铁路职工。大家好，我叫多吉热丹，我是一名高中教师。大家好，我叫丹增纪美，我现在在从事教育局的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武藏王朝团长孙纳斯店，我是一名公务员。大家好，我是武藏王朝的仓觉，我是一名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登子岛啊，我是一名人民警察。大家好，我叫土登多吉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。哇！你们是因舞之名来到了一起，对吧？因为舞蹈。对，因为舞蹈走在一起。后来有没有向舞蹈纵深发展的？有没有？比方说因为爱情。有。像我的话，去年嘛，2013年的时候，就是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，也就是我的老婆。
还有太美好了。这位和这位也现在正准备领证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，特别是女孩跳舞的时候，这个目光如炬，如此坚定，一定是因为情有所归。哎，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个舞台上？我们是冲着一位人来的。哦，冲着哪位人？李连杰老师。哇！你们为什么冲着这一位人来？在西藏，几乎人人都爱李连杰老师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跳街舞，在西藏西藏是个比较传统的地方，很多人不是很接受这个文化。我们穿的衣服都比较宽大，头发当时也做得奇形怪状的，所以当地的人很多都不认可我们，就觉得，哎，这群孩子很不听话，很调皮。但是这和杰哥有关系吗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文化，就是向李连杰老师学习，在街舞大赛筹集到的善款，我们都会捐出去，捐给需要帮助的人。西藏的很多长辈看了以后，觉得慢慢的现在很接受我们。哦，因为李连杰老师在我们心目中是偶像。特别激动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哈，那我们是不是让偶像跟你们说说话呢？扎西德勒，对。我们来这一次的最希望就是能跟李连杰老师有一张合影。上李连杰。谢谢你们，老师。哎呀，这个藏族顶头礼是最好的，长辈对晚辈顶头。对，这是一个礼节。你把我头弄乱了，有点红是吧？哦，摄影师一定会把这张照片给你们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种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能跟李连杰老师有这样的见面，就是我们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特别激动，特别激动。偶像榜样怎么样啊？偶像没有，其实每一次在青藏高原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们能带来欢乐，就他们的脸上永远面对困难、面对任何东西都充满了笑容，所以我很受感染。我希望每一个舞者，你们继续保持着这种胸怀，把我们的笑容、把我们的温暖带出去。我给予的决定是出赛。我认为你们的舞蹈虽然不是惊心动魄，但是极具自己特色，能够把民族的和流行的元素结合得如此完美。我不得不给你们出彩。李姐，哎呀，我觉得你们的舞蹈就很振奋人心，给了我们很多的美丽，很多的美感。我给你们出彩。